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2月20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京东，聊一聊美团。最近这个京东可以说新闻不断，这个动作不断。从去年年底开始，这京东的动作就一直不断。从刘强东回老家给每个人60岁以上的人发钱，给他的以前中学老师发钱等等，富贵不忘记乡亲们。那个时候舆论很大，我们没有这么聊。但是最近京东它向外卖还有网约车进军，并且让外卖行业、网约车行业现在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所以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京东。从哪儿说起？京东前不久宣称它要向外卖进军，也就是大家通过京东 APP 可以点外卖，这是好事啊，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。但是随着京东进军外卖，给另外一个巨头美团造成了很大的震动或者是压力。对消费者来说这是好事啊，但是同时对这个外卖员来说也是一件好事。为什么呢？2025年2月19号，这个京东发了一个新闻，他说京东为外卖骑手缴纳五险一金，叫老有所养，病有所医，伤有所赔。自2025年3月1日起，京东将逐步为京东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，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。这个京东给这个快递小哥缴纳五险一金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吧？不管他交的怎么样，有人吐槽说京东的快递员五险一金也是一言难尽。但不管怎么说京东人家是给他的京东物流，人家都是上五险一金的，人家没有把他们扔给外包，人家没有把他们推出去，这个还是值得称赞。不光给京东自己的物流这些快递小哥交五险一金，京东还要给他的外卖骑手，你自己注册一个，你这要是在京东上注册全职的外卖骑手，他一样的也要给你缴纳五险一金，这个值得称赞啊！京东愿与社会各界共同推动，不断完善外卖骑手权益保障。一个星期以前，京东外卖正式启动叫品质堂食餐饮商家的招募，也就是开始进军这个外卖行业。对2025年5月1日前入驻的商家全年免佣金，为更好的满足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与品质外卖的追求，招募只限品质堂食餐厅。什么意思啊？那些你专门为外卖而生的那种，在什么犄角旮旯，在什么垃圾场边上，在什么厕所里面做外卖，线上专门做外卖的这种，你就不要加入京东了。人家京东只跟那种饭店堂食的，你到饭店吃和你在网上订是一样的，你不用担心你这东西是不是从厕所那儿或者什么垃圾场做出来的。品质堂食，大家在京东 APP 搜索外卖入驻即可提交申请，也入驻也比较简单，而且5月1号之前加入免佣金1年。那大家也知道这京东是冲谁而来呢？我们先别说它冲谁而来，它给这外卖这行业是不是有了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？那这个就让美团感受到这个压力。美团好像刚公布它的财报，这个数字我不记得，我只是大概有个印象，就是美团大概有700多万的外卖人员，有11万的员工，反正就是10几万员工坐办公室的，还有码农。所以网上这个说法我也不置可否，我没有什么态度。网上说法就是到底是这700多万的外卖这个骑手养活了这11万的这些码农和白领，还是说你这11万的这个美团的这些白领，你们提供了什么700万的机会？就有这样的争议。你这11万人拿着高薪，对吧？一个月最少的1万多，多的几十万，还有年薪上百万的，你的那些钱都是这700万这个骑手一毛一毛给你挣出来的，有这种说法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说法对不对，至少反映了一种就是冲突和矛盾。大家也知道，最近对外卖、对网约车平台的这种平台，大家的负面的评论是越来越多。我们就说外卖平台，首先第一个，我们以前一直有宣传被算法困住的骑手，这些骑手为了满足平台的要求，为了让平台利益最大化，他们就被这个算法困住了，他们被迫要闯红灯。为什么要闯红灯？他的单子必须要在限定的时间内送到，你只有这样，你才让用户满意，用户满意了，这平台就满意，那最终就是让这些骑手就得不顾安全，跑完一单接着一单，完了之后他的收入还很低。对骑手来说他恐怕没有正经的五险一金，除非你自己交，你灵活就业，平台不给你交。平台好像有一个保险，一个人一天是1块钱还是多少钱，我这个是有的，平台一个保险。美团的策略是什么呢？美团的策略是把你这外卖选手全部让你跟平台没关系，
你是一个顾自己的一个这么一个叫个体户，他把你包装成这样，你跟美团之间是合作关系，美团提供这个信息，你去取餐，你去送，美团是把外卖骑手，你不是美团的员工，你连外包都算不上，你是自己的一个创业者，大家自己去看一看，它应该是这个逻辑。所以美团，你既然是一个合作者，你跟我是合作，我凭什么给你交社保？所以说对骑手相当的不友好，这是对骑手对商家的抽佣太多，导致商家把这个平台当这个鸡肋，就是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你要跟美团合作，好像你也挣不了多少钱；你不合作，你也没流量，因为已经被美团垄断了。虽然还有一个饿了么在这搅局，但是饿了么实在是这个力量有限了，起不到什么作用，所以商家只能跟美团合作，只能接受美团的盘剥，美团扣你10%、20%、30%，美团搞各种优惠，都是商家出血。这个我是有发言权的，因为我偶尔也会点这个外卖，而且我点那种堂食的，还有什么搞不清的我都点过，我比较堂食的我也比较。那这些商家他会怎么办？他呢只能是差异化，对不对？你到这饭店吃，他那菜分量就足一点。如果你点外卖，同样都是30块钱，那一盘菜，外卖的菜就少多了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平台收了他佣金之后，商家不赚钱呢，商家利润很薄，所以他只能从菜的分量上面克扣一下，少一点，甚至有的把菜的价格提高。你去饭店吃30块钱一盘，你在网上买的32、33都有可能。哎，总之不是加价就是减量，商家也是有苦难言。商家如果你不配合，那行，那你在平台上就找不到用户，打开之后找不到你，得翻到第8页才能找到你，搜索你的名字才有可能找到你。你也要想出现在，因为这种叫本地生活这种业务啊，都是 APP 它会根据你的位置，你得授权 APP， 你得告诉你在什么地方，它一定位之后它自动推荐你附近的商家，它是这么个逻辑。你来说，你一打开之后就是离你最近的在最前面，但是平台不这么干，平台是谁给的钱多，哪个商家配合度高，哪个商家给我带来利润高，哪个商家给我付了广告费等等各种费用，我就把你推给更多的人，管离他多远，这个大家都应该深有体会。我在以前节目说过，我说过很多回，我以前创业就是做本地生活，就是这一套逻辑。我创业的时候，饿了么也在创业，我创业的时候，美团还没开始搞外卖，我那个做的不是外卖，我是做的本地生活，逻辑是一样的。就是我 APP 获取你的位置之后，我给你推荐最近的、最优化的商家，但是平台不这样的，所以搞成一个竞价排名，你商家谁给的钱多，谁给我带来利润多，你就往前排，这就给那些非堂食的、专门做外卖的这种商家，是不是提供了便利？人家成本低，人家食材差，人家的产地就相当不要钱。你说在大厦里面卫生间搞一块改造成厨房，还有的在垃圾场，那成本得多低？那你说那正经的品质堂食，人家哪能竞争过得过他？这就是劣币逐良币。所以好的商家干不下去，排名靠前的都是那些有很大问题的商家。而这些商家他因为他成本低，所以他做各种优惠活动，便宜送券，用户贪图便宜的就订他们家，互相成就。对消费者来说，我们刚开始吃的时候，每天那个送券显得很便宜。你去堂食要花50块钱，同样的东西你在网上买，你只要花20多。你说很多人就觉得外卖好，习惯了，因为这个都是补贴的，平台和商家一起补贴。等你消费习惯一养成了之后，对不起，我们现在在买单，你现在在网上订外卖比你去堂食要贵，那又是包装盒、打包费、外卖什么送货费，你七算八算的，比你去堂食要贵得多。那现在就是这个情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得选择，那就美团一家了，你想点外卖只能上他们家。所以你看，无论是骑手、商家还是消费者，现在都是有怨言。好了，京东这进来一搅局，我认为无论对商家、对骑手还是对消费者来说都是好事。网约车一样，性质是一样的。所以今天就说说刘强东。我在几年前我就聊过京东，刘强东后来不是因为受到美国那事，他不就退出了吗？退到幕后。后来刘强东又复出，那个时候有很多网上有留言说什么又是权贵，又是什么什么把刘强东的权利夺了，刘强东滚蛋了，是不是啊？网上有这种留言，也是谁开国什么将军之后，我记得我当时做节目就说了，这纯粹都是谣言，纯粹是刘强东自己一不方便在前台，第二个他也累了，对吧？他创业成功也想歇歇，所以他就退居幕后，对吧？换了一个新的 CEO 在前面，但是大事还是刘强东掌握，刘强东只是不管日常事务。后来刘强东又复出，让那个总裁退了。为什么复出？我当时也做了节目，我就连京东已经不行了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当时电商拼多多、抖音冲得特别厉害，
天猫和京东是节节败退，最主要原因是消费降级，还有就是互联网流量见底，这都是我的观点。所以我觉得京东、天猫都不行了，因为京东现在是危在旦夕，所以刘强东没有办法，只好重新出山。如果让职业经理人再来管京东，那京东只能死，很快就结束了。职业经理人他不会有长远的规划，他只管我这任内，我这3年5年，我把我的奖金要拿到，我把我这3年的目标达到。至于你未来10年的跟我没关系，5年10年我在不在这不知道，这就是职业经理人。老板不一样，老板是这公司黄了，这公司好了都是你承担，所以他被迫要看长远，要为这个企业的生死负责任。所以刘强东又复出，但是我不看好，不是不看好刘强东，不是不看好京东，是不看好目前经济形势，因为我们在消费降级，而京东、天猫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。他在10年前，人家拼多多在布局乡村包围城市，在下沉的时候，他重点是在搞消费升级。他虽然也有这个意识，准备往3线、4线城市布局，但是能看到这一点，他做不到这一点。而人家拼多多那就是降级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他连在北京推广都是从郊区开始，就是拼多多。10年前那个时候我就在做创业，我很清楚，因为我做地推。那个时候拼多多地推在北京市，你要说你下了个拼多多，人家都嘲笑你，什么帮我砍一刀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，你下个拼多多你不好意思，谁会在那上面买东西啊？但现在你看大家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了，觉得买它挺香，没办法降级。那这个时候你京东你错过了这个风口，对吧？你赌错了方向，你是在赌升级，所以京东的销量业务都在下降，这很正常。所以刘强东没有办法，被迫2次出山。所以我一直说这个京东最后就变成中年油腻男的这个乐园，买点3C，买点电脑手机什么配件，发烧友离不开它。这是我对京东的评价，这是经济形势所迫，没有办法，这是互联网流量见底，对吧？这是竞争对手异军突起，你那10年前的王者，现在流量不在你那边，流量在抖音这儿，以前流量在微信，很多人不知道，京东的流量很多是来自微信，微信专门给他开了个后门。但是后来微信为了支持拼多多，把那个京东就退居幕后了，微信的流量主要导到拼多多为什么能够异军突起，就是这个原因，他拿到了流量。你想一下，微信里面居然能够帮我砍一刀，互相转发，你能转发京东的链接吗？你能转发淘宝的链接吗？那这不可能。但是你可以转发砍一刀，那拼多多不就这么起来的吗？这是核心。完了之后它是降级，它是农村包围城市。但现在的流量在哪儿？现在流量在抖音。你再往后流量在哪儿？再往后流量也可能在人工智能这儿，这抖音都不行了，也可能在 DeepSeek 或者什么其他的应用上面，反正跟你京东没关系。京东什么人工智能？你想做电商做这种平台没有流量，你知道他有多焦虑吗？就跟我们做自媒体一样，没有流量有什么用？所以京东现在你看看他为什么要向外卖进军，又要向网约车进军，这个我是支持的，因为认的人越多，竞争越充分，作为消费者作为商家选择余地越大，你越能获得一些好处。但是从京东的角度来说，他是迫不得已，他是被迫，他要突围，他原有的那个业务你觉得他还能增长吗？最主要是京东它还有一个沉重的包袱，就是物流。这京东成也物流，以后败也是物流。京东物流人家是比较先进，他投了很多钱，它是个重资产。作为这种重资产，它每年的利润它有要求的，它的利润有要求，就要求它的每年的业务量，比如你包裹的数量、快递的数量，你得达到多少，它才能它物流体系才不会赔钱，才是有价值的。那你靠京东自己，它那个电商平台，它这个量肯定在萎缩，即便不萎缩，它也没办法达到增长，所以它只能叫破圈外卖。网约车，它在原有的上面它很难再进步，它如果在电商这块下功夫，它没有办法打过拼多多，它也打不过抖音，这是大势，不是说你喊你就能把它喊过来，流量不在它这边。你说谁没事会刷京东？你没事你会去把手机打开刷京东刷着玩是吗？你不是在看大长腿吗？这就是常识。所以它被迫进军网约车，对我们消费者、对骑手、对商家都是好事。对以后开网约车的，他这一搅局，美团立马宣布，昨天这个美团说了，为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，美团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和新就业群体实际需求，认真落实骑手权益保障，持续推进骑手社保工作。你看看，这只要一有竞争，他就得跟上。京东给这个骑手交五险一金，那就逼着美团你也得这么干，你不干，这骑手全跑京东去了，这就是竞争的好处。所以这一点给刘强东点个赞。刘强东有钱了，不忘家乡，回去给60岁以上人发钱，给那个老师发钱。虽然有人批评，有不好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好处大于这个负面。人家拿自己的钱发，总比不发要强。这个是最简单的道理。他如果
果抠着1分钱不发，你能怎么着？人家好歹发了，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这个称赞。他进军外卖平台，他给外卖小哥交5险1金，这个也更值得称赞。因为首先一个外卖骑手这个群体非常大，美团都有700万，你把其他的加在一起，恐怕至少1000万以上。这1000万人都是什么人？很多都是失业的人，失业码农，很多是暂时找不到工作，有的大学一毕业找不到工作就去送外卖去了。这么大一个群体，如果他的社保不解决，以后又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啊！我们已经欠了农民社保了，到现在不好解决，是不是啊？一个月给他发100，你能想象以后这些外卖骑手老了，社保还是个问题，因为他没交，也没人给他交，那他老了谁给他发？又得给他发100、200-300，又是个社会问题。所以现在就得认真解决他们。那与其20年以后呼吁，又是号召又是呼吁，不如现在老老实实给他交。所以我觉得京东这么做是对的，美团要追上。但是我们要把话说回来，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，他的社保，如果你靠企业解决，企业能解决当然最好，但问题如果企业解决不了，所以我觉得企业有企业的态度，美团、京东，对吧？应该要给骑手交，这是企业的态度。那政府不能把这个包袱甩给企业，你甩给企业，你可以强迫要求美团做，也可以强迫要求京东你提高，最终就是这个企业干不下去黄了。本来这个外卖是一个蓄水池，很多找不到工作的，很多失业的去送个外卖，不管怎么说，不只是饿死，虽然日子过得不怎么样，但是那吃喝还是可以解决的，对吧？它是最后的一个堡垒，最后一个港湾，甚至有的骑手号称1年能赚30万，干个3年赚多少万的，存多少钱的。某种程度上，外卖骑手可以当做是社会的稳定器，找不到工作的，最后还可以在这儿落个脚，维持自己的一个生活。所以说，外卖行业也很庞大，我觉得政府不能把它就直接就甩给企业，企业有企业经营的成本，如果他扛不住这个，那企业就倒闭呗，倒闭你这个外卖你还搞什么？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对这些美团、京东这些平台，对这平台上的这骑手也应该有所补贴，也就是说给这些平台以税收优惠或者其他的一种专项补贴，就是你解决了100万个骑手的社保，我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补贴，就具体到每个地方政府，因为骑手是你这个地方政府的，我觉得政府应该出这样的，给他减免什么样的一个税，什么样的一个优惠，也就是说你给企业减轻负担，企业解决这个骑手的社保问题，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压到企业头上，政府是收税的，你大头你收走了，你不应该解决吗？对吧？咱们不能叫杀鸡取卵，我们说你这个京东你美团就应该交，这说也没错，但问题你把它搞黄了，还有谁交呢？还有一种就是仇富心态，就是说是700万骑手养活了这11万的美团的这些高薪人群，这个说法还是有点民粹主义，他没有办法区分这工作的性质，你体力劳动者那没有办法，你的获取的报酬就是要少一点，你就像那个 DeepSeek 一样，你说你在这送外卖的，你非要跟人 DeepSeek 工资一样，或者你让 DeepSeek 的人工资跟你送外卖一样，那怎么可能还有人工智能呢？谁还去搞那玩意呢？所以你不能看着美团他们工资高，你心里不平衡。如果你把美团的那些员工工资都降得跟骑手一样，一个月几千块，那恐怕美团也不存在了，你连打工的地方都没有。所以这种还是一种仇富心理啊，叫平均主义，这实际上是一种民粹。不知道这个是有分工的，每个人贡献是不一样。总之这一点要给刘强东点个赞。虽然我对京东我还是不看好，这个不看好不是我对京东有什么意见，是说对整个经济、整个互联网流量、整个竞争已经不站在京东这边了。京东的现在的对手都已经不是拼多多了，他连拼多多都没有打过，他现在竞争对手已经不是拼多多了，他跟拼多多两人竞争对手都是一样的，以后恐怕是人工智能。他的对手甚至都不是抖音，因为流量又重新聚集了。抖音现在都在紧张，这流量它也没有了。大家记住了，流量从淘宝，你知道10几年前办公室的那些女孩子上班干什么吗？电脑一打开就是逛淘宝，叫逛淘宝。基于淘宝滋生出很多这种2级的这种电商，什么唯品会，什么淘什么一大堆的。他一上班摸鱼就是逛淘宝。你说现在还有人逛淘宝吗？那不是神经病吗？后来这个流量就集中到微信上了，微信聊天，微信那个朋友圈流量你一天至少打开微信几十次，再后来是不是从微信转移到抖音上了？你现在很少拿着微信抱着跟人聊天了吧？都在刷抖音、看短剧、看人钓鱼，微信是偶尔打开。这就是流量在变化，往后流量也可能聚集到什么人工智能上面，所以这一切导致京东它不赶趟，它的压力越来越大。进军美团、进军外卖、进军网约车，就是它压力大的一个表现，它要自救。刘强东去年给京东很多员工涨薪，这个做的也不错。至于刘强东个人那个，我们很少提及。那这一次开会好像没有刘强东，很多人就说了，猜测是不是他犯这个错误那个错误，其实很正常。刘强东曾经也参加过这样的会，参加过的，现在没有他，也说明
已经电商平台已经不是主流了。但是王兴好像在，这个恐怕也是刘强东向美团发起进攻的某种因素之一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俩都差不多。你一看这么多去参加会议的，就我们俩长得像。马云是老对手了，互相打电商，所以刘强东向美团发起进攻，这个也可以理解。总之，作为消费者，我是乐见美团跟京东互相竞争，你只有充分的竞争，对我们才是保障。但是我也希望政府，对吧，应该负起政府该负的责任，你不能把这些都推到企业头上。最后我再说一说京东的刘强东和胖东来他们的区别。你看刘强东对自己的员工也还是不错，包括给骑手五险一金。你总体上对外界宣传，刘强东对尤其是京东的这些骑手物流的员工那是相当照顾。胖东来也一样，胖东来对自己的员工对外宣传的是不是非常不错？一年180天假，底薪是多少？给人感觉两个企业都是善待自己的员工都是有追求。为什么我对刘强东、对京东和对胖东来的评价不一样？就是因为胖东来违反常识。我一再强调，胖东来赚钱是应该的，他给地方带来这个经济，带来收入，搞活地方经济，他把全国人忽悠去买东西，这都没毛病。你愿意去的，他也没强迫你，人家卖的东西品质也不错。你基本上到现在你找不到他卖假冒伪劣吗？有也是个别的，这些都没毛病。其实他反常识，他明明是一种靠吸全国流量去赚钱，他非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什么商业交付，他那玩意儿都不能复制。你要厉害，你全国复制，你像那个山姆一样，或者是开市客，他靠不停的制造噱头，靠上热搜，靠吸引这个流量，靠情怀，靠全国去参观去学习。他明明是在搞流量，他非要说他明明在这个房东就是物业供应商、员工、股东还有消费者这之间必定有一个买单的，但是他非要掩盖这个事实，也就是说他反常识宣传。他通过什么改造？他通过他的什么商业课？永辉一说要改造，股价马上几个涨停。他最早改造了一批企业，一批这个超市2年了吧，到底怎么样？谁能说得清？永辉超市最早的门店改到现在也恐怕有1年了，永辉敢把这报表拿出来吗？到底怎么样？都是媒体宣传，说流量增加多少，营业额增加多少，他就是不敢出这个报表，因为出了报表他要负责任，他是上市公司，是商业，尤其是这种快消品、这种超市、商超，你非把它搞成一个情怀，那他只有这么大的规模，他没有办法去开连锁，他没有办法去复制。圣城只能有那么1个，顶多2个。你说全世界到处都是圣城，那你让信徒咋办？但是胖东来如果他不搞流量，他马上就熄火。你靠河南人去消费，难道许昌人很有钱吗？一个商超基本逻辑就是它是靠本地用户复购，尤其是这种生活类超市，靠本地居民不停的去买，叫复购吗？而不是靠全国游客去参观去瞻仰。随着流量越来越贵，随着大家越来越麻木，随着山姆到处进军，随着开市客到处开店，胖东来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。能不能撑得过今年都是个问题。某一天突然他就没有流量，这个我们拭目以待。反正你跟流量做生意的，你靠流量的，你就得符合这规律。这流量很可能你是捉摸不定的，突然有一天就没了。也有可能全国的消费者灌多了山姆，恐怕就对你这一套不感冒了，会出现断崖式下跌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